我们要很庆幸，我们能够得人生，能够得受明师之言，超脱世生六道的轮回。好像这些离盘的，我要把握住机缘，错失这样子一个机会。地藏普佛慈悲，可能要等30年、60年、100年、200年，才能够在弘道遇明师，得受一超生了知。安吉奈喝刚才，他已经必须明出一机，跟随着前辈的一个脚步在修办。好，我们要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殊胜机缘。那当然，我们更要把这个上天的福音分享给我们周遭有缘的兄弟姐妹，让他也一样跟我们一样能够沾受天恩师的，沾受天恩师的，了脱世生六道的一个轮回。凡人如果不开口，神仙难插手。这也在鼓励各位贤贤大德，我们也要开这个金口。去度化周遭有缘的兄弟姐妹，还没有求到的，一定要赶快带他们来求到。各位贤贤大德也都很尽心尽力在做，但是我们还要再更努力，因为还有很多兄弟姐妹还没有上岸，还在红尘苦海当中在漂浮，等待我们去伸出这一个援手，拉他一把。不只是人想要求到。看看这个图片后面跟了什么东西？猫想不想要求到？想不想？也想。他明师一指，点传师的手，爱师尊师母这样一点，不晓得猫可不可以成到？可以吗？可以，不可以？没关系。来，你听一段。哀从的林基雄林铁传师所慈悲的一段，所以后学呢知道了以后，就告诉台中很多的道歉。你很久没有出来道场了，你再不赶快出来说饭的话，等业力找上门来，你再有发现都太慢了。他跟我讲，你不要威胁我，我说没有威胁你，所讲的是真理，因为因果是不灭定律。现在平安是因果业力的找上门而已。不见得以后平安，除非你敢保证你是奉命来，你从愿来，你累世以来没有造过因果，没有罪过错。如果你今天里面是奉命从愿来的，一定跟师尊从老前讲一样的舍身办道那种听那种说的。您认为您是吗？或许自己认为自己就不是的，或许在了罪了愿的。所以各位贤贤，要多行功利的，不要等到事情来再发心，再化验。那都是太慢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牺牲奉献？因为现在道场是应时应应，应什么时？三起末节大开普度，应什么应？奉天承运。我们呢，今天为什么牺牲奉献？因为道很好，一点直超，千真万确。一个点人是报了道，还没有送佛架，一只猫跑进来，点人是呢，用手比一比来点下去了。那一只猫没有几天就死翘翘，点人就给它买掉了。没想到呢，没有多久呢，在达部开法会，老师接下来跟他讲：“某某点人师，恭喜你，那一只猫在上面很感谢你。”他听不懂，老师慈悲，所有人听不懂。你还没有送佛架，你的手代表老师的手，一点直超，难道你怀疑老师的天命，怀疑你的天命吗？我这点人是好得意，谢谢老师慈悲，弟子亲自点的，哇，这个印证好大，太好了，太好了。老师讲不要得意太早，听我一次把话讲完，不要下了昏倒了。这只猫这一点直超回去，它所谓的罪过错，你要替它扛起来。你还在修500年的功德才会了断，500年以后再修你累世以来的罪过错。点老师一听，立刻跪下忏悔。老师讲不要拿天命开玩笑，求道是难，必然是人生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牺牲奉献呢？一点直超，千真万确。我们的祖先得到超拔，一点直超回到里面。外面的佛教天主教经上很多里面的所谓超度，切婚的时候是从地府来听一听解脱痛苦那几天回去，还没有回原位。所以如果有效，还点师讲，有人去佛光山，然后去别人复述一下，有可
料，每一年呢企业会说出来，记得要参加普渡。如果普渡有效，一次就好，到了每一年都要普渡。做了肯定道场，一点实操。这一段理解是跟我们分析，猫一点都可以实操，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我们。但是，他今天沦落到四生六道去轮回，他的罪业重不重？重。那我们有人有幸得人生，表示我们离成佛的脚步比他们怎样比较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一个机会，很难得、很殊胜的一个机缘。6万年来的罪业，一世修，一世成。那我们有一些求了道尚未亲口的道亲，我们也要赶快积极鼓励他去亲口，让他断掉跟众生结下恶因缘的这一个机会，让他也能够早日能够修得一个正。那有一些亲口以后的道亲，可能也久未接近佛堂，那我们一样要发挥那个慈悲心，再把他找回来，让他回到道场了他自己的愿。因为我们在求道的当下，都曾经历过什么愿？10条大愿。在求道的当下，我们都历过10条大愿，愿不能了，难打相还。所以，如果我们周遭有一些已经亲口一段时间久未接近佛堂的一个前贤道亲，我们一样要鼓励他，再把他成全回来，继续在道场中来修犷。让我们共同登上这艘法船，能够同登彼岸。那这里有一段修办的一个见证，跟各位浅显分享。那这一段一样是在开国普及法会过程当中，济公佛法老师临坛，在当地和各位道亲所成全分享的一段。你